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来好好运动了，健康快乐的时间到了。因为老师呢，今晡日呢相亲办法，就想讲，安样的老乡亲朋友，好看到安尼嘅电视台嘅节目嘅好朋友相亲，安样的老人大部分健康，好安样的老人调整姿势。因为老师做我们的当然多年冇办法多年我卡啊，冇办法去教人啊，所以你看到好，你学起来就大部分嘅10到80就健康。大家有看到哈，也有一个墙壁哈，一个安尼一面墙，好，然后你坐等，你发现讲啊，平常哦，去改姿势哈，就系安尼，好平常哦，好，因为看手机啦，哈，做事情啦，下诗啦，煮饭煮菜做黑暗的什么？然后呢，因为老师要用一个墙壁哈，然后你去给自己当自己的老师，自己当自己的医生，好，让两个身体恢复到正位。好，第一你要看到肩头，好，大家乡亲朋友，大家不卡，就有一个一斤有病咩？哈。做好的壁啦，浴室啊，哈，这个房间呐，哈，那也是有壁。那去到壁方，坐到壁方，好，你去请这个正确的姿势。好，第一，你去两个肩头，好，绷等，好，第二，两个头呢绷等，好，最重要是两个下眼要放起来，安尼。好，你调整哦，你调整，慢慢的，好，透过呼吸微调，好，吸气。好，脊椎拉上来，好，吐气，好，绷等，你去给它吃到两个手掌啊绷一下，好，背囊绷一下，肩头绷一下，头绷一下，好，不用那样。你张口是会吃到假假的，很尴尬，安尼吃到冇吃眼有冇？吃到安尼让我冲咯，安尼也不舒服，因为长期，那人哈长期来哈。把不正确当成正确的，好不正确太久了，就变成正确的方式了。没有，你说吃的哈，你自己调整，慢慢的调整。好，因为老师也离开墙壁。好，平常坐凳做些安尼，平常坐凳安尼啊，你看肩头啦、肩颈啦、胸脯啦，哈，就弯腰驼背咩，大部分人做些安尼啦。冇正经讲，冇练瑜伽，冇注重哈，冇老师当你耳提面命的时候，也只是做安尼。不说人家哈，好来咯，安尼奔到壁方，好奔到壁方，好下巴转来，好的呀，慢慢的吐气吸气，好慢慢的吐气，好呀，太感有一个问题哈，所以眼位会变得安尼，眼位会往前推。好，也就会空啊，也壁也就会空，所以表示讲也只是冇正确的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你看好，记得，好，你的眼位它前面也姿势不对了，姿势走态了。好，那慢慢的，好重心慢慢往后，重心的往后推，好推，好吃到变壁了，好挺的来。然后你肩膀还蛮变变咩？因为你硬高太久的啊，你就慢慢的，好，慢慢的向后回，好，压下巴，下来，好的呀，好的呀，慢慢的停哦。我停到呀，坐凳你会吃得无聊咩？好，因为老师教我们动作哦，能让啊手打开来，好，变变，好，慢慢的向右边行。身体有冇走脱咯？那你走脱，人眼位又走脱嘞，人个脊椎又走脱嘞，用多呀，好，慢慢吸气，人做数，挨着你的墙壁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上来，好，慢慢的上来哦，好，上来都压了哦，好，都压，奔到壁，好，吐气，好，都行到右边，好，停到压就好咯。右边不用强松，好，慢慢的去感觉，呀，脊椎是正确的，也会唔会按你哦，吐到前面来，往后退，好的呀，停哦，停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，
乡亲朋友，伊三壁的嘛哈，本边壁，好，然后让脊椎来起来，好，不用强松，好，大部分人做迄安尼啦，几乎啦，你无有一个壁本个，好，本给检验一下，好，你就向后，也竖一前壁，竖一前壁，好，慢慢的都要吐气，好，停都要。好，停都要一下去，也都是无形中有往前凸的，好，往后，好，安尼迄没做较正确的，好，停都要吸气，吐气，好，转来迄个腔样啊哈，慢慢的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好，边边不要转来哦，迄感觉呀身体，好，松手腕，松手肘，松肩膀，好，吸气，好，慢慢的用强松。好，吐气，安尼抽上来，好，安尼做些，然后你嘅脊椎啊，也嘅龙骨哈来出来，好，唔好走脱，安尼係最安全練身體嘅方法。好，穩片了，好，慢慢的右手停定壁，吸氣，停定壁，上來，好，慢慢的上來了，都慢慢的做得嚟發。边壁，好，你做唔得，你就睇迄边壁，去甲提醒，好，边壁，好，做片，行多做片来，行多做片来哦，好，不用强松，都要，好，侧伸展，呀，侧伸展的意思呢，就是安尼两骨啦，有顺方嘅肌肉，穴位有嘛，穴位肌肉哈，啊，你那不腰酸背痛的话，你做接，好，接做侧伸展。好，停到呀，好，一边咧不用强松，边壁，好，你做脱了，你去给提醒自己，好，边壁，好，都要伸直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就做侧伸展，边壁做侧伸展都懂正确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都同样哦，好，放起来，都单行，好，松手腕，松手肘，松肩膀，好，吸气。好，吐气，好享受哦，当舒服哈。好，做好迄呢，做侧伸展迄，好，你就搁调呼吸一下，搁会当冲腰的，或者降紧的位置，你都靠墙迄哈，也个头拿边边壁，好，做右片，来也个降紧的肩头，好，数，用到呀靠墙壁，好，吐气，也肩头。拿起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用下来。乡亲朋友有看到吗？平常啊，安尼降紧拢歪，头拿个降紧要歪体啦。你都靠墙一点，要做到较正确的伸展。好，有冇还记得吗？玉梅老师讲，下眼位往下压一下，好，吸气，带转来。好，慢慢的哦，脊椎摆正。好，数可以不用到前面，不用到顺头，就做得了哈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同样哦，头拿边边壁，按你压边啊，压边的肩头才会来到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停到了了，好，也穴位唔好做太按到哦，转了，一直提醒自己，好，那啲咧冇正确的吐气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下眼带转来，好，慢慢的回正。好，不用强松。乡亲朋友，平常太敢用的样，看哈，人家是讲冇变道的话，日头那做安尼，全部是外体的呀。你去讲冇感觉，咩唔对啊？好，那呢？你去讲外体的唔对，人家降紧冇针头那外体，就很容易落枕啊，很容易嘅颈椎的问题。我说要降紧哈，係非常重要的。你下巴往前，下眼多啲。好，手张来，头拿。好，按你正确的姿势。玉梅老师头摆后上个他做美容，帮你按摩啊、指压啊，哈，身体全部都会变安尼的。好，玉梅老师咩嘿，好有老师教嘛，老师教人讲边壁，好边壁，然后你做到给身体哈恢复正位，好。再一次哦哈，你坐凳的哈，坐凳的时候，踢头拿，
好变扁。第二剪头变扁。第三叶尾，叶尾要无可能要全部变扁哦，总会差唔多有一个树长的个安尼宽度安尼听听。好，唔好贴到哦，要无可能安尼贴，那全部叶尾迄贴紧些，那不对咯，安尼那不正确。不能以呢自然的弧度有一点点微 S 型的，故说你差唔多用一只树长，比方多伢个叶尾后背，好下巴多俩，好肩头多俩，好，也做迄伢个脊椎的正确的位置。当然哈，有事情冇事情，有事情要做，冇事情要做。心情好要做，心情唔好还看要做。好做好些，你就会知道讲哦，好气脉通畅，全身通畅。好做多了些，你就再一次侧弯哦。你侧弯些哈，来，你先右手吹气，好bend down，右手吹气，右手吹气，右手吹气bend down。好，人家也会做冇做得的，有冇？好，慢慢的都呀，某一天做数要卡起了，你按你就做得，好按你右边左边按你。你数某一天都卡起来哦，主要係愛老人數卡起來，係一保人講哦，人個肩胛嚇數，當我安尼做睇咩？因為人肩胛較輕咩？嚇，安尼肩頭啊、硬膠啊，嚇，你就愛提醒自己推。假使講人老公啊、人太太，嚇都卡在做起嘅嚇，就你就老去聽數，嚇，然後去聽數講數變變哦。哈，給肩頭變扁哦，哈，你左邊右邊各改刀安尼，哈，左邊做完右邊做，右邊做完左邊做安尼，做體也提醒自己，好提醒自己，好慢慢的嗰陣來，好動作要懂輕柔，要懂有覺知，好懂享受佢哦，我終於唔會彎腰駝背嘅，好，鄉親朋友有好起來嘛？好，人家個本邊個坐墊呢，哈，先多啲先撩一下，先休息一下，多深呼吸，個調整也脊椎哦。慢慢的吸氣，好，吐氣，不用輕鬆。鄉親朋友，接下來呢，玉梅老師呢，要帶大家來。本邊嘅個正確姿勢嘅調整，好，之前呢同大家講坐墊，然後呢本邊按樣嘅做呢，你看到平常安尼姿勢哈，起墊嘅時候，平常起墊嘅時候哈，就會安尼，好，你看，對我瑜伽來講，安尼叫做違章建築，好，冇做安尼，好，我都市冇安泰啊，喺正經當中，這個有唯一度嘅，不管係婦人家啦，男人，好，你看後背哦，你看哈，你都呀，安尼迄咩起墊的迄咩安尼，全部違章建築的，吼，迄冇做安尼，有冇？冇做安尼，好，然後玉梅老師呢，我帶大家有也個安尼一個表，好，你要卡啊，你要任何地方走廊啦，你行到哪，起墊一下，上到玉梅老師，行到哪，天空一下，上到玉梅老師。好，做靠牆瑜伽哦，慢慢的，玉梅老師行到後背來哦。你看哈，正確的方式按樣嚟起哈。師傅本來就係翹咩，好，故說呢，起墊去哈，人師傅的位嘅，好，人個腳跟啊離邊一絲絲的，冇可能講腳跟變定嘅咩哈，腳跟都離邊一絲的，個也安尼髖關節哈，慢慢的安尼往前一點點，髖關節往前。好，肩頭向邊，頭拿向邊。好，起到呀，係去感覺呀身體，啊，你去感覺哦，感覺呀肩頭、頭拿個下巴。好，我知道，因為老師你起張喎，啊，起張嘅感覺，哦，要懂詞言。對我嚟講，懂詞言，因為我平常嘅姿勢都係正確嘅。啊，呢度鄉親朋友啦、老人家啦，嗬，也係平常姿勢不正確嘅話，你就會。V 就做睇咧，故說你看到玉梅老師特別說教大家講，你用嘢樹，嚇樹長，比方講嘢葉位後背，差唔多有一隻樹長嘅空隙，嚇冇可能規個貼邊嘅，規個貼邊嘅就係安尼，嚇唔會冇刺眼冇不舒服，嚇位置咩不對不正確，故說呢一個樹長嘅位置，嚇比方講嘢，嚇
师傅爱唔好往后扣出去，好，竖转来，尾骶骨收，好，不用张来，肩头不用张来，下巴不用张来，好，挺都要去感觉，去向舒牙正确的位置，去向舒牙放轻松，好，各位呢。用通掌也可以帮助你哈，你动作恢复啊哈。然后一美老师go向前哈，go向前go行一步哈，慢慢的跟同大家讲哈，一个髋关节哈，平常师傅 QQ， 好，唔要讲哎呦，我师傅 QQ 身材还好，唔错，安尼野位哈，接我野位腰酸背痛，唔要从这个呀髋关节呀哈，慢慢的调一下，呀师傅向下髋关节舒转来。按呢，迄唔错嘅位嘅，哈，舒转来，髋关节舒转来，好，不用强松，好，按你这係正確嘅位嘅，頭拿向後背，好，你自己做嘅時候，你就會按呢，我就會按呢，好，好啦，也一美老師用臂哈，教大家做運動、做瑜伽嘅伸展啦，哈，慢慢的腳打開來，較發地位，也給起嘅較穩。好，起張來，同樣哦，讓髋關節豎一點點嘞，好，肩頭不用張來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，好，穩定下邊，好，你喺按呢方，你身體走開嘞，好，鄉親朋友，你邊邊做哈有點辛苦哦，不過呢，你身體辛苦是為了要不辛苦，好，為了要不生病。好，我說你天天嘞挺多呀，好，挺多呀，迄個呢，你去感覺人手，個人嘅師傅，人臀部，好，野位一隻手掌，肩頭，好，下巴係關鍵哦，好，慢慢的吸氣的時候做數，你可以先按呢，冇可能你講按呢挨着牆壁爽軟，對你來說辛苦的話，你就先按呢。好，人家師傅開有太太啦，有人來的啦，人朋友啦，向下做，然後你數哈，幫你往後推，好靠牆，人數，假使講我幫你往後推靠牆，好，那麼看一美老師按呢懂簡單，它不簡單啊，簡單中的不簡單哈，相當哈，各位呢挨着牆慢慢吐氣，超好上個人啊，高士雙口啊，我就會老給調整。好，數慢慢的調整，冇可能一下子變白。正經啊變白哈，至少要練3個月到半年才有可能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一隻通脹呢可以幫助老人嘅野位，哈，老人嘅脊椎，如果有長骨刺啦、脊椎側彎啦，哈，慢慢的天天的挺到呀，好，然後唔會彎腰駝背，哈。吐氣，你就挺到呀，好，挺到呀，手背靠牆，到了呀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唔是按落去略個有一啲的就好，慢慢的吐氣，挺到呀，好，不用強鬆哦，不用強鬆，師傅冇做體咯，同樣變白，背囊肩頭變白，好，挺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鬆落去嘅同樣哦，向上。好，向當空，啊，來到輕當空，好，張放鬆，好，張慢慢的打開來。你最後哈挨着牆，變凳壁，拿來變凳壁，好，看凳子，人家身體講按姿勢，平常辛苦了，啊，長期的姿勢冇正確，好，一下呢要讓你正確，你會較辛苦一下，好，你就老去講話，跟身體對話。瑜伽就係老娘，瑜伽就係跟身體對話，好，變啊，好，個做一下深呼吸，記得哈，唔好做題咧就係呀，好，行眼，當唔做題，因為肩頭輕咩，好，你再舒展來，好，變，安尼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個彎片了，同樣唔肯定哦，慢慢的變。好，你做題咩唔怕？你做題咧冇變到白，因為肩頭嘅關係，你會冇變到白。好，慢慢的，好，上來。天天的說，你在做嘅過程哈，瑜伽嘅過程係重要，唔係講要到結果樣嘅。
你看呀过程，慢慢的让我们调整正确的姿势。好，都要，好，都要，不用轻松。好，先不用轻松一下，这样然后要肩头唔好卡到，这样往上。好，往上。好，变点边哦，好，吐气过来。好，慢慢的哦，慢慢的。下來，要變做數哦，做數要板凳也個左大腿，好，有一些的，莫一下唔好踢到，你就一系列慢慢的進步，好，慢慢的進步的時候，卡下來，鄉親朋友，按呢哈，看你講有上不吃的啦哈，有個脊椎側彎啊，那你練慢慢的身體會恢復也喺正確的位置，這樣可是當辛苦的啦，都當順緣啦。啊，你就一些的，好，從按呢，好，慢慢的距離靠近，都變到邊，3個月到半年，好，3個月到半年的時間的訓練哦，真有可能了哈。好，慢慢的吸氣，go上來，好，go上來，好，go上來，好，放鬆，好，吸氣，像玉美老師按你做出流汗呢。要跟能量懂強啊！你的姿勢正確的話哈，正確的話，你看唔會那個氣脈流通較好，好變到呀，好去感覺呀身體，好慢慢吸氣，慢慢吐氣，好慢慢的數轉來了，好不用輕鬆，數轉來，不用輕鬆，好主要呀，因為老師教我講，你行到來，變到來，安尼。先做一步，哈，都你懂熟的嘢，你懂熟悉呀，姿勢係正確嘅哈，你就這樣做動作，哈，幫助你，好，過來你肩頭啊，有肩頭有問題，譬如講你做唔得，背唔到壁，哈，豎起唔起來，這係肩頭嘅問題，用臂咪做得啦，哈，也按身體，哈，向前一些的，向前較多的話，你會較好做，你越變壁。變越多，你就較困難。故說張開始，你差唔多一個腳掌的寬度哈，你身體轉過來以後呢，你假使你也會冇辦法轉按到，你就腳轉過來，好，身體豎打開來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按你後尾讓人肩頭打開來，好，按你當順樣啊，當順通，好，豎順出來。好，停口呀，吸氣，吐氣。鄉親朋友，一個動作哈，係玉美老師咪懂喜歡呢。啊，按你做，會讓你整規個，看唔會肩膀粘連呐，50肩肩膀粘連。好，慢慢的鬆一下，好，吐氣，不用輕鬆，好，轉過來。一個動作哈，可以讓人個。彎腰駝背啊，你背唔到壁，你就可以做一道訓練哈。希望你就可以等下另外一片做好嘢哈，你得做單數做，因為老師教你哈，動作方法咧，你先做哈。慢慢的吸氣，吐氣，先轉腰、轉肩、轉胯，好，左數拿上來，好，右數，好，慢慢的去變壁，慢慢的去靠近。去感覺，人假使腰位太輕嘅，腰位太輕嘅，腳就轉一下，安尼，好，唔是轉按到，轉一絲絲嘅，好，慢慢轉過轉來，停到呀，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慢慢的變下來哦，變下來，變輕鬆，好，轉過轉來，好，轉過轉來，好，你轉過轉來去，就身體起上來。好，平常的時候呢，你就按呢。平常的時候，你就一片就好，一片。好，平常的時候，鄉親朋友，平常的時候一片按呢，起上來一片。好，你就可以老人家有看到嗎？彎腰駝背是去按的咩？好，擴胸，鄉親朋友，一道牆哦，一個壁哦，就可以幫你恢復健康，係唔係？懂值得啊！好，今日呢靠牆的動作運動，好，就到老鄉親朋友分享到呀。我等你做哦，看到壁立正站好，上到瑜伽，安子些。